你今日飲咗水未啊？你可能會答我飲咗啦，今日飲咗2杯齋啡同埋罐可樂，晏晝仲嗌咗杯凍檸茶添。停，等我講一個殘酷嘅真相你知啦，呢啲全部都唔計噶。衛生署調查過，全香港有高達3至4成嘅人每日純粹嘅攝水量係嚴重唔夠啊！即係話你望下隔籬左右，你哋幾個人入面就有一個人嘅身體係處於慢性乾涸嘅狀態。有好多人都覺得我唔覺得口渴喎，即係唔缺水啦。但係其實當你覺得口渴嗰陣，你嘅細胞已經因為缺水而開始發出求救信號。咖啡因同埋高糖分嘅嘢飲唔單止係補唔到水，反而仲會利尿，令你越飲越 dry。長期嘅慢性脫水唔單止會令你嘅新陳代謝跌到落谷底，甚至會令你生腎石，有尿道炎嘅機率暴升2至3成啊！點解成日會無端端頭痛？點解搽嘅個護膚品塊面都係咁乾嘅呢？其實係因為你個身體根本就唔夠水用。與其等病咗先至嚟後悔，不如由而家開始將你枱頭嗰杯嘢飲換成清水，每日飲夠8杯水先至係最有效、最慳錢嘅神級護膚品啊！